今年71岁独居的吴阿公，希望生日的时阵会当食猪脚面线做生日。伊少年时阵出海掠鱼，退休了后，颔棍啊开刀，得到神经的关系，行动不方便，敢若会当踮伫厝内面生活，而且身躯边无亲人甲照顾。社福团体听到阿公愿望了后，专讲伫伊生日这天来到厝里替阿公做生日。今年71岁吴阿公，过去靠行船讨海20外冬，退休了后就住伫一间房间内。虽然讲因为开刀行动无方便，不过平常时拢是家己照顾家己。少年无闲讨海，一老家己大，拢毋捌过生日，食到71岁人生头摆做生日。较早人聊讨海啊，掠鱼啊。今日大家咧来甲你庆祝生日啊，你欢喜吧？欢喜啊！遮侪人遮欢喜嘅。较早敢有人甲你过生日？无。有关心长辈的社福团体，特别买鸡卵糕替阿公做生日，各传猪脚面线、白菜肉，才会好料的。把招其他的独居时代做伙来斗热闹，现场嘛安排好听的音乐，互大家听歌，甲心情放轻松。独居老人最需要的就是大家每天的关心以及照顾，因为他一个人居住，没有其他为人子女的关心，老人心里的孤独以及身体健康上面的方面的层面呢，都需要志工来关心他。根据统计，目前新竹县市有约1200外的独居的长辈，而且台湾每年进入超高龄社会，老人人口会愈来愈多。社福团体呼吁大家爱关心这个议题。其实独居的长者是越来越多，那其实在像独居长辈可能在家中往生啊、孤独死的状态也是日益增加，所以就是希望社会大众都能够一起来关怀独居的这个议题，那一起也是可以多多关心邻里，如果有独居的长者，也可以一起加入我们义工的行列。无偌久，特别旧历过年啊，社福团体把希望社会各界会当发挥爱心，关注社福团体，互因会当款年菜，或者独居的时代，会当伫过年过节的时，感受到社会温暖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